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聞聯播。終於嚟到10月份啦，好唔容易挨完夏天，諗住秋天涼爽下，但係咁樣諗你就太天真啦，因為廣州係冇秋天嘅。12月份仲舐住條雪條周圍行，已經唔係咩新聞啦。就係因為咁，經過一個夏天嘅洗禮之後，好多人食雪糕食到從一條肉腸變成咗一粒肉丸，36碼嘅超短褲，而家直接當底褲咁着啦。就喺呢個秋風起要減肥嘅季節入邊呢，一種先進嘅減肥方法就靜靜雞喺香港火咗啦。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啊，香港最近掀起咗一場減肥新浪潮，一班20到30歲嘅女性，每日一大早就嚟到 beach 插喺沙入邊，帶住褲超，唔係曬太陽喎，係望住個太陽減肥啦。佢哋堅信啊，通過啤實嘅太陽能夠燃燒身上邊多餘嘅脂肪，以此達到減肥嘅目的。其中一位減肥者仲話啦：我哋用注視太陽嚟代替進食，其中一啲人已經結束咗太陽減肥法，而家佢哋食得比以前少咗啦。有啲人甚至係唔使食嘢嘅。哇！嚇到我呢個三餐無肉不歡嘅肥仔前列腺都發埋炎啊！唔使進食，齋靠陽光，係咪即係佢已經成功咁變成一個名副其實嘅植物人呢？定係佢已經變成咗一塊太陽能板呢？咁我屋企部熱水器就壞咗啊！你介唔介意上天台幫我頂住下先呢？其實曬太陽減肥法好耐之前已經有啦，係一個叫做唔知點讀嘅印度人發明嘅。阿三呢一次又開始開掛啦，佢認為啊，太陽係帶正電嘅，地球係帶負電嘅，人嘅腳底係負極，而人嘅眼啊、視網膜啊、松果體啊就係正極。當地面接觸我哋嘅腳掌嘅時候呢，然後我哋又望住個太陽，我哋就好似一個電容咁，會將電能儲起身，咁即係我哋每個人都係一個移動嘅電源啦。咁不久嘅將來，你就會見到好多人含住電線幫手機充電啦，或者行下街就會有人走埋嚟問你啊，靚女啊，我可唔可以插下你啊？我部手機冇電喎，你前面有嘢插啊？我插你後邊得啦。嗱，終於明白點解呢幾年日式料理係咁受歡迎啦。早餐整個日式通粉，煎咗隻太陽蛋，加支陽光檸檬茶，然後上餐嗰陣呢，服務員就得副超俾你。喂，你平時偷工減料落得少我算，你今次偷梁換柱俾副超我食。哎呀，先生唔係啊，呢一副超係俾你帶住去上邊天台用餐噶。好，然後嚟到天台，見到一大班人食緊個太陽。哇，今日個日式通心粉綠得唔係好夠腍，有啲揞眼啊！哎呀，有啲口乾，飲啖西北風先。現今社會有4個不起：病不起、住不起、扶不起同埋死不起。當然個別人仲會有了不起啦。正常人整個病不起同埋住不起已經搞到你了不起，是唔是仲要整個扶不起嚟為自己一時衝動嘅熱心腸埋單，更加了不起？但係唔好諗住有命捱到百年歸老你就了不起啊！交唔齊錢，分分鐘慘到你飛起啊！西安李女士嘅姑姐出車禍不幸過身，諗住送去殯儀館執正下個樣就準備火化啦。工作人員對遺體進行整容，並且下晝就準備火化啦。點知淨係幫死者沖涼、化妝、換衫幾個項目就收咗4000蚊，其中正殯一項收費最貴4500蚊。李小姐就問啦：喂，4000蚊入邊究竟有啲咩項目啊？對方就唔出聲啦，然後又再問佢：咁遺體整容整咗幾多錢啊？咁佢哋就話啦：1000蚊啦。但係殯儀館業務大廳嘅價格公示牌上面就寫得好明白，遺體整容150蚊。李女士就覺得呢一種亂漲價收費咧，實在有啲太過分啦。因為除咗火化爐一欄300蚊可以從收費公示牌上面揾到收費依據之外呢，禮官、接屍袋、火化證、引導等等係未喺收費公示牌上面揾到服務項目噶，更加唔使講係咩具體收費標準啦，即係想收你就收你。而作為消費清單上面金額最高嘅正殯項目，亦都係冇出示喺公告牌上面噶，更加係冇得查啦。嗱，殯儀館呢一種做法呢，其實我係非常之贊成噶。你諗下，下邊通貨膨脹咁犀利，一張嘅零頭多過我鼻上邊啲黑頭，唔收貴啲，邊有散紙找啊？亂收費係為咗貫徹落實多元化發展戰略，實行農村包圍城市嘅基本戰術，大力發展火化業嘅同時，再開展棺材、D 打、南磨、整形、整容、整色、整水等配套化產業，提供國民嘅消費能力，促進 GDP 增長。收咁貴係要落實共同富裕呢個社會主義嘅本質規定同埋奮鬥目標。等你冚家都富貴晒嘅時候，
就到我富貴啦，哈哈哈哈哈。OK， 跟住睇下國外嘅。英國一名男子食飽飯冇嘢做，挑戰人類極限，喺老友屋企連拍35粒偉哥。佢翻到屋企，妻子聽到呢個消息之後，感到非常之震驚，並且即刻 call 白車啦。的確係比較震驚嘅。喺下半身完全奪取控制權嘅情況之下，佢竟然可以安全咁翻到屋企，唔通路上面真係冇發生啲咩意外？你話冇行人喺度，總會有啲貓貓狗狗犧牲咗吧？或者忍唔住喺樹上面或者牆上面打個窿，破壞下公物都會有吧？當然呢個係講笑啦。咁佢表示啊，連拍35粒偉哥之後呢，就感到非常之惡心啊，頭暈同埋出現幻覺，睇到一切嘢都係綠色嘅。當然最尷尬就係一直處於呢個升旗狀態，睇到一切都係綠色，好正常啊。連拍35粒偉哥之後，你已經擁有咗令全世界都戴綠帽嘅能力啦，梗係見到一片綠油油啦。雖然出院之後呢，佢已經落咗旗啦，但係只要過度一掂到任何嘢，就即刻扯到行晒，隨時準備出擊，所以佢被逼喺屋企谷咗5日，避免外面世界遭到人為破壞嘅。印度人開掛教你拍太陽，英國人開掛教你同太陽啪啪啪。嗱，就快到中秋同埋國慶啦，你派咗幾多微信紅包呢？自從年頭微信紅包火咗起身之後呢，微信上面就越來越多人問你攞紅包啦，有咁樣嘅、咁樣嘅，同埋咁樣嘅。紅包從以前嘅祝福性質，慢慢咁就變成咗衡量感情嘅標準啦。普通朋友發1蚊，好朋友發5蚊，中意我嘅、暗戀我嘅發10蚊，男女朋友要發520或者1314，5個2或者13個1毫4，你就等住分手啦。雖然朋友之間互發紅包嘅玩法冇咩問題，但係對於嗰種開口埋口就紅包，有紅包有偈傾，不過都係2、3句就話沖涼或者瞓覺，冇紅包更加偈都冇得傾，直接拉黑，然後話你小氣嘅人喺你心目中到底值幾多錢呢？人情有價，感情無價。感謝收睇今期嘅新聞聯播，我哋下期繼續狗噏大過呼吸。好啦，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最耀 B 嘅精彩內容，請訪問我哋嘅56主頁或者關注我哋嘅微信公眾號。我哋下期再見。